大家好，今日會講解電腦基本設備，教導點樣開啟同關閉電腦。電腦基本設備有4款，包括螢幕、鍵盤、主機同埋滑鼠。首先講解嘅係螢幕。螢幕主要用途係顯示畫面。當電腦未啟動時，螢幕唔會有任何畫面嘅。右下角嘅燈會亮起橙色。跟住講嘅係主機。主機內部裝住唔同嘅硬件，而我哋喺主機外部輕按紅圈內嘅電源鍵就可以啟動電腦。電腦成功啟動後，螢幕就會顯示畫面，螢幕右下角亮起嘅燈會變成白色。如果啟動電腦後，螢幕冇顯示畫面，可以留意螢幕右下角嘅燈有冇亮起。如果冇亮起，即係冇開啟螢幕，只要輕按紅圈內按鈕就可以開啟螢幕。第3樣講嘅係鍵盤。鍵盤喺電腦最主要嘅輸入裝置之一，用於輸入英文字母、數字或者符號。最後講嘅係滑鼠。滑鼠分為左鍵、右鍵以及正中間嘅滾輪。滑鼠嘅左鍵單擊可以選擇電腦文件，而雙擊可以運行選中嘅程式。而滑鼠嘅右鍵點擊之後會顯示一個菜單，裏邊有唔同選項，可以進行複製、貼上、刪除等操作。而正中間嘅滾輪可以令網頁或文件向上或向下滾動。依家將會示範點樣關閉電腦。首先，我哋將白色鼠標移動到下方藍色4格按鈕進行點擊。點擊後會出現一個清單，呢個時候將鼠標移動到清單右下角電源鍵圖標並進行點擊，跟住再點擊關機即可。